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楊永宇。大埔宏福苑呢一場災難級嘅火災事件，點解係會發生呢？制度問題其實已經非常之明顯，而制度問題最明顯嘅病徵就係資訊完全閉塞。例如圍標問題未能夠透過傳媒引起社會同埋政權嘅關注。勞工處喺回覆宏福苑居民查詢嘅時候，竟然開宗明義話棚架上面嘅棚網目的只係防止物件墮下，所以唔需要達到防火標準。而呢一個咁令人側目嘅講法呢，係要等到災難發生之後先至可以引起社會嘅關注。所以好明顯，傳媒能否正常運作、正常咁監察社會，讓現代化嘅城市免受災害，係非常之重要嘅。響呢一度，我誠意邀請各位參加由香港海外傳媒協會同埋海內外香港人民意研究計劃所合作嘅新聞傳媒使用情況及評價民意調查，發表對於傳媒生態、海內外港人獲取新聞資訊嘅渠道以及各種新聞平台公信力嘅睇法。未加入意見群組嘅就請你哋踴躍加入，已經加入咗嘅就請你哋 check 下你哋嘅電子郵箱，完成問卷。多謝大家嘅支持，香港人加油！